各位早晨，先陪大家睇下分區氣温。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最低氣温介乎14.9至16.3度，至最高氣温介乎16.6至17.5度。嗱，一齊睇下衛星雲圖。一道嘅雲帶正係覆蓋廣東沿岸同埋南海北部，同時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正係影響沿岸地區㗎，所以本港今日會比較大風同埋有啲嘅雨，感覺就比尋日涼啲啦。預測方面係大致多雲，有一兩陣微雨，最高氣温大約19度，最清勁偏東風，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。年初一同埋年初二日間較和暖，早晚有一兩陣雨。去到年初三氣温顯著下降，夜晚黑同埋年初四朝早寒冷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埋路邊監測站都係低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4，強度屬於中等。睇埋其他城市天氣。廣州多雲，澳門落雨；廈門落雨，台北落雨；上海多雲；北京天晴；瀋陽落雪，首爾天晴；大阪、東京多雲。胡志明市多雲，馬尼拉驟雨；墨爾本多雲，悉尼多雲；布里斯班多雲；奧克蘭驟雨；溫哥華落雨；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天晴；紐約天晴，多倫多多雲；倫敦天晴，巴黎落雨；阿姆斯特丹多雲；法蘭克福多雲；蘇黎世落雪。天氣先講到呢度。